大家好啊，又係我玄學多姐啊。嗱，嚟緊咧10月6號咧就係天赦日啦。咁喺天赦日咧，祈福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日子嚟嘅。喺天赦日裏邊咧，祈福咧可以得到咧非常之大嘅好嘅回報啦，而效果咧亦都係非常之顯著嘅。咁嗱，而喺天赦日裏邊咧，我哋係可以祈求啦，譬如增長財運啦，增強我哋嘅事業運啦，增加人緣運啦，甚至你有啲嘅心願咧係想達成咧，亦都可以咧喺天赦日裏邊咧祈求心願達成嘅。咁除咗好嘅方面之外啦，咁譬如最近我覺得遇事不順喎，有啲阻滯喎咁樣，可能甚至啦，我覺得啲小人啊、是非啊，甚至有官非纏身嘅話咧，嗱咁喺天赦日裏邊咧，祈求將呢啲小人啦、官非啦、是非啦，去到化解咧、赦走咧，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嗱，咁喺拜天赦嘅時候咧，咁我多姐咧，亦都咧係會咧加入咧拜天赦用嘅符咒啦、咒表等等咁啦。咁甚至啦如果咧有啲善信佢係特別想求某一樣嘅祈求或者心願嘅，例如求財咁啦，好多人咧都會中意噶啦。咁我咧亦都啦係會喺天赦日裏邊咧係特別咧係放入咧求財用嘅咒表啦、符啦為我嘅善信咧去達成心願嘅。甚至頭先都講過啦，如果我最近真係覺得，我有小人纏身喎，好多是非喎咁樣，咁我想送走啲小人，咁點咧？係啦，天赦日裏邊咧加入咧特別係要嚟化走小人嘅符啦、咒表啦，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咧呢個效果噶啦。效果咧亦都非常之好噶嚇。如果各位善信想揾我多姐咧幫你哋去代拜天赦祈福祈請嘅話咧，咁記得咧唔好等啦，快啲咧 DM 我多姐，咁我而家等你啦。好，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先，下次再有其他嘅資訊再同大家分享啦。好，拜拜。